好，又到咗講故事時間啦。今次係講翻上一個故事，勇者艾米和魔法森林。上次講咗1至3章，今日開始講第4章，邪惡的巫師。最終艾美同佢嘅朋友揾到咗，即係魔法師咯 ，magic 咯，揾到咗邪惡嘅巫師。佢發現艾米係個勇敢嘅而善良嘅小女孩，於是企圖用魔法嚟控制佢。艾米用佢嘅智慧同朋友們嘅幫助，設法解破咗巫師嘅魔法，亦提示咗佢內心深處嘅，亦都知道咗嗰個魔法師深處嘅孤獨。第5章恢復魔法。艾米告訴巫師，佢可以選擇改變，成為一個好人。巫師俾佢感動到，決定放棄咗呢個邪惡嘅行為，亦都把魔法還翻俾森林。跟住，隨着魔法嘅回來，森林變得更加美麗，生物們亦都重新快樂起嚟。第6章，艾米帶住啲新朋友回到村莊，村民們都好驚訝佢嘅勇氣同埋佢嘅智慧，即係哇，又嚇親又哇咁咯，所以驚訝。即係如果希希突然間識得打關鬥，我就覺得哇，好驚訝喎！好驚訝喎！即係原來唔知係啊，類似咯。驚訝係好嘅，嚇驚可能係唔好嘅。佢成為咗村莊裏面嘅小英雄，亦都同森林中嘅朋友們保持聯絡。第7章結尾，故事係艾美嘅成長同埋勇敢面對挑戰嘅精神。作為呢個結尾，話俾小朋友聽，只要有勇氣同埋善良，任何困難都係克服。友情同埋愛係能夠改變呢個世界。完。呢一本係適合8歲小朋友全新長篇小說嘅大綱嚟嘅啫。咩大綱啊？即係一個小故事咯，又可以變成一個長故事，就會詳盡啲咯。如果你需要詳盡嘅內容，咁咧我下次會再同大家分享一個新嘅故事。嗰個係咩嚟㗎？拜拜。